每个世界老火叠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行难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啲夢到。怎麼改嘅功課嘅法，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留白嘅夢，本意行個，就從黑老來個，武漢。也有人語，也有人妖，直到誓言不能留的聽到，快樂嘅快意嘅了掉嘅語，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，相愛嘅愛，我用嘅愛，嘅光芒嘅愛意嘅你深度，留白嘅一切就風光帶走，未來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发生嘛个事情啊？时间叔叔，妈妈在找哥哥，都没有睡觉，突然在路边睡觉。你妈妈目前看来是疲劳过度，再加上有点营养不良，我去安排照个片子，看骨頭有鬆的冇。張先生，係些啦，啱啲啲你有啲麻煩。有较好冇？事情就發生咧，搶做的面對，係冇係做點樣嘅。阿哥，我只能想法，就我走不開。醫生，要報警冇？附近唔俾入吧，問題好少，係咁報警，成上老頭好聽就會啲，我冇想本身嘅人冇面子，我一次假起了嘅心中來。希望係做對天數嘅，做人工。假使要聽什麼唔錯，唔講係想清楚嘅，唔對捱得拉好嘅，捱錯唔得個麻煩。哎，小姐，我们去照个 X 光。来，陪妈妈去。医生叔叔，你觉得我哥哥会回来吗？当然会啊，那你觉得妈妈会好起来吗？会好起来的。你妈妈没有生病，只要多休息，很快就会好。我好怕妈妈不见。
如果妈妈不见，弟弟就没有妈妈了。听你乖，不哭。妈妈不会不见的，我会照顾她。谢谢医生叔叔。怎么那么久还没好？我去看看。你不哭哦。老板，请问我的面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最近人手不够，动作慢了点，马上就好。哦，来，啉嚟，哎，哦，来了哦，袂歹。安子姐，姑姑伫个想小凯老夫子的事情，尤其迄小凯。Oscar， 唔知小凯有一个过生的阿姊无？敢唔知道小凯妈妈有老小凯看做迄小凯的阿姊无？小凯有无痛快、无欢喜无？甲小凯有做出嘛个反抗的行为无？比如讲，调试做出嘛个本爸爸妈妈无欢喜的事情。样的啊 ，Oscar。
，surprise。用啥？这个做嘛该啊？哦，因当初拢念的学到的。妈妈，我跟爸爸其实是去买蛋糕，想要给你个 surprise 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汉拜我个偏爱啊，接落来，来去煮饭。唔是啦，今日母亲节，唔是很辛苦啦，但要行外卖，应该要来啦。嗨，用落了。有从一位事情还老人讲，你是唔食甜饭，哥说来出来。平曲记，母亲节快乐！拍摄高超诶。Oscar， 哎呦 ，Oscar 都忙啊，哈？哎 ，Oscar， 你都在提给请骂给啊？哎，父子，先生用我来啊？嘿 ，Oscar 带我来的，唔用威啲啊，冇去医院。做嘛医院啊？那没带烟呢，唔啲啊？那这个总能安全做嘛？先生唔啲，老妈妈发生乜嘅事？不过今晚系母亲节呢，家去医院陪妈妈，妈妈看到听错同欢喜。做唔得，很样啊？因为我都是重要的含量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买东西不认识。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啦，一定是在想我很不孝，还很笨。大家都说我爸是坏人，只有我自己不相信，还到处去找他。我爸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是你们都还没发现。等我找到他，我就要秀给你们看，你们就会相信我了。鸟不卡吃饭，是很点心哦，小凯。妈妈说要专心品尝，才能吃出食物的滋味。不过，眼看大家心情一向都无嘛好，希望正向过讲到欢喜的事情，让大家欢喜一下。没好啦，继续利用你的机会吼，问他一个一件懂欢喜的事情。继续黑啊，我们补习班啊，决定要去马来西亚开分校了。懂赞吼？真好啊！到时哦，我要去马来西亚培训师资，出国出差一步的。还有啊，对方吼，希望小凯做了计划的代言人。做唔得。我蛮讲得啦，外地应该讲嘛该，就2礼拜天呢。印尼就做唔得。你也有唔免买法师，就当中了穷用咩，老小凯穷阿姨啊。唔是，我老小凯有同多事情爱做，无限。
我将迄老小凯豆香槟。小乐唔是啊个。妈妈，我唔要小乐啦。爱弟唔好死啊个啊！来，元气，给小凯啊。爱弟，总嘛敢按太上啊！你就老小凯去马来西亚，你考虑考虑啊？唔是考虑，我去，唔去家去啊。你怎么跟安用了？你老小凯就会改变票牙戏咩好咩？可小凯个世界像有唔老好搞，哎呦唔拉啦。唔啦，细人人唔强休就冇好事。迄讲出卖个事情样个啥？啊？迄讲水土不服，含迄不漂亮样个啥？你洗完头做嘛咯？真应该发生哪个事情，怎要讲嘿？小乐通过一拜哦，无啥要去通顶一拜。妈妈，我唔要小乐啦。小乐，云气，你看，小乐做本黑仔，你分享到诶，伊个小凯，小乐已经死脱了啦。俺妹冇死，我还讲几多摆啊？伊个小凯唔免小乐，强用，做迄俺妹的。信念的咧，你应该用信念的。哎个妹哦，就会拄唔掉的啦。唔要下啲个做嘛该去啊？啊？唔要个阿爸，哪一时关心过小乐？就怪了，怪那个更坏的。第二拜，我一定要带小凯走。黑某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女儿一定会疯掉的。我的人生已经因为你毁了一半。你要开补习班，我牺牲我的梦想，完成你的梦想，因为我还有我的女儿。现在你连我的女儿都要带走吗？你当然不对啊！第二拜，绝对唔会讲用的。唔敢带这个眼妹，眼手人唔变。小凯，先生，上班哦。对啊。做几下吼？那什么几下？一碗锅烧面。好。哎，不是啊，你来唱。做唔得。当然做得，俺妹忙好什么哦？咱会介绍一份条路，还有想要几多钱？抢的钱反抢嘛。嗯。几多钱？留位新马村吃饭。唔是丢紧，要没抢人数，你就慢慢做，慢慢办。其实，担心钱的事情，我会什么？应该困难时间，
有人会听出暗道，眼面唔伫锁定用的是。唔是，总安唔强强健健，唔好搁放下去就好。眼弟。说好诶。等一下，改外带。冇一啲事啊？小豆甲记诊来一个飘宁，迄突然麻痹症状，迄转去看下好诶。好。你是他诶，按你去后。啊，叫先生，辛苦了。没。课文都抄完了吗？有没有偷偷漏写一段啊？没有。哎，那妈妈身体都康复了吗？她已经回去上班了。哦，好，那你有没有好好跟妈妈和解呢？你有没有好好跟她道歉啊？我们已经和好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听她的话？半夜起来照顾妹妹，她一个晚上要尿尿5次，哎，害我整晚都不用睡觉。这表示你是个可靠的好哥哥。傅子敬，你跟黄哲远同学呢，都已经是大男生了，遇到问题是需要沟通的，而不是靠吵架骂脏话解决的，你明白吗？要不然你们会一直被老师罚写课文，难道你们希望这样子吗？当然不想。老师跟你的妈妈，还有黄哲远的妈妈已经沟通过了，我知道你们双方家庭都发生了一点问题，但是那是大人的事情，不是你们小朋友能够了解以及插手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能再吵架喽。好，那老师送你回家。老师，你干嘛陪我回去啊？我自己回去就好啦。不行，因为你今天留的比较晚，所以呢，老师陪你回家比较安全。老师，我很安全啦，你看，有谁长得比我还安全啊？然后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哎，我今天要去上厕所，老师再见。傅子敬，傅子敬，傅子敬，傅子敬。哎。夫子，阿爸。哦，你压张下课，阿爸等你当久的呢。阿爸，那董兄呢？哎弟啊，那压唔就转来咧，还有哦，阿爸有带电路本哦。哎，然后好啦好啦，唔是按紧张啦，较按掉才问题。好啦，阿爸带你做好了的。每年见半夜回来无？唔会，遐个讲唔严记，佢走唔来。但签外来做唔得智商诶。应该样讲，有条事情爱你两三强下，才做得讨论。送拜见面后，你条转去有讨论无？有乜嘢問題？我唔知，我真经唔知用外面多安尼。我唔知，我真经唔知用外面多安尼。先生，我想请教，我着爱养的漳州的转到漳结婚甲遐关系啊？既然知道这是个關係係用辦起呢，做得相處，做得溝通。你下做唔得咧？
啊，希望会有强势，唔免领语言暴力，还要唔免案件。唔免呀爸，唔该呀妹。进攻，莫够共动了。你跟你那个爸爸真是一模一样，自以为是，独裁。你面对他，却一个屁都不敢吭一声。那抢个体相，我唔记得迄奥斯卡演阿妹。你老来公母来，你有看过你的妈妈吗？你记得她样子？敢唔想离婚？而且我希望喊摆，莫个按你手机对方。冇乜咁好讲诶，枪师。但唔可听，可能会留住无限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无限，故所你都冇时间相处、老沟通。没有不爱你啊。说你爱我，所以你用冷战、忽视跟指责来证明你爱我吗？这些都是很空泛的问题，讲也就无意义。对我来讲，有意义。还是讲，就算有时间相处，也无法度沟通啊。哎，经济嘅想，伫婚姻度，迄唔迄除非经过一团，对这个老对方的感情产生怀疑，也是统有的集团，迄唔迄到底公婆除非安尼？其他形容诶无重要，你真正想来问我嘅是，你对我本人嘅感情有怀疑，你们都要用解释。我有一个建议，让你了解困难看作转机，唔系前梦。你或者说你们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头摆相处嘅方式无法度用咧，你都要重新认识对方，要重新寻到相处嘅方式。做得到无？应该讲，愿意试看吗？迄讲其大爱一只家庭，大爱奥斯卡一些，冇听错，爱就像唔会变到安尼。其中嘛个唔显付出唔爱啊。你知道，你因为你做得付出更加多嘅爱，奥斯卡就会较好。其实两个想法，要去讲一家。你让奥斯卡强用，要需要本人爱。所有的人，只希望本人爱啊。爱团，为你让人强用，要需要本人爱。改个合约转来，要记到廿秒，唔想改就得改。好，先不用点，我等下看。等小凯去代言的事情搞定了，我让 Q 他回复梁先生。很爱等哦，遐种时间，迄思念要紧，还是会要紧啊？唔会花凊多嘅时间啊，下礼拜哦，一定会带小凯出去。梁先生跟因唔带规不开年去，像去讲讲听听，你怎么给他认真啊？我去无相关啦，我像我认为吼，小凯应该注意行行嘞。你老娘不娘做操作安尼，你很想要带小凯去哦？这个案哟，让咱知道小凯应该比较有兴趣一步。唔安尼，唔会替公司不分咩？该爱老五就有份哈。嗯，没错。不过，俺相爱相爱挺像，你问我都真是啊。唔是谁哦。这件投资案，我清楚我这个发给其他个生意去做的，我一做就做到清头，我绝对做唔得本期出问题。还是 baby 最厉害喽！哇，
迄钢铁人呢？中医嘛，中医啊。不过阿爸，唔要台北做爽来忍者龟嘿。哦，呀，轻食行的呢，轻型轻缝绳的，对吗？对啊，迄阿爸送的我全部做一份啊。来，先吃了啊。哦，唔好意思哦，你是一炸汉堡还6份薯条的呢？唔是小啦，汉堡薯条哦，有几桶啊，全部都是那种啊。讲到这模式够强用呢。嘿啊，阿妹讲也挺贵的，3张1张做的是100年。哈，也几多钱天天的东西诶？唔看啊，伢妹就会按呢，来的钱没会上。其实还有请假一份投入有赚钱的呀。还会赚钱，冲按头还会赚，我赚你透 K 狗哦。好，先生人啊。阿爸，我再问一个问题无？问啊。你正经人也通好阿爸阿妹嘅钱哦？马上让人安尼讲啊？其他对老夫较吐钱，还骂阿妹呢。伫学校，同学全部都会讲人的坏话。阿爸，你正经人记得我钱哦？好啦，阿爸拢讲正经的哦。不过，我答应阿爸，绝对唔好留骗人讲哦。好。只要有钱哦，咱无拿啦，空一轮听听啦。用安哦？因为夜幕的哦，阿爸在进行一项机密任务啊。迄个钱标都亚美给骗，太搞就不懂危险呢。真的哦，买任务啊？那就早唔得讲咩？请我一滴哦，阿爸为到保护唔着，你搞不准咱们来做咩？阿爸，见我有危险无啊？哎嘛你，因为我阿爸呢？姑说，你就这拿千万不阿妹，那其他人的哦。当然啦，那一摆转来就会为到拿钱本太假。哦，建筑唔爱再离开不开，系冇？等然任务结束，当然要转去啊，罔顾哦。爱做伫阿爸上面乜个老的犯人，爱同我做凊彩拢讲，阿爸做係太英雄。哦，我们骗人敌呢，非常屌的。好，加咖啡啦，吃饱的哦，皮阿爸去拿钱，好。好。结婚纪念日，俺前一个地方好好庆祝。你那时开始对结婚纪念日有兴趣啊？今年无过诶，今年做得好好吃一场烛光晚餐啊！你遇到世上的事情，我用烛光晚餐让你费事厉害吗？那你就先订好餐厅，我再看够不够浪漫跟高级，再决定哦。好，定了。好，下开，以下广告。
西亚给好友给妹拿到的。他昨天5号就会开始，3号就会闭会。小白给签证还有相关的处理。见会去。小白会，我一定会带给你。小白有护照吗？古总来讲，见会去。无哪会好无啦？小白护照搞出来。按袂啊？这个钱吗？哦，很好个处理啊，见咩先强？哪个良心事？对的，规站补习班月月，对的对。人家后来当然搞。补习班迄件事情，我肯定能安慰。你唔去迄件事情，小白小欢喜，一定会带你去。无爱同意，唔思想。其他人摸的，哪一夹吧？哪一带去那，唔是经过你的同意。小白护照搞出来，你唔搞迄嘛？好，一家气。俩就爱对死。你信无啊？到底补习班倒的那天，你都信无？就要按对眼的嘛。就等你看，我一定会带小白过去。阿爸，做嘛来自助餐店咯？阿妹已经下班了啊。没来请阿妹啊，因为拿钱啊，你记得咯？啊？调解用咩情报员啊，抢叫老钱空在点度。哦，原来遐样哦。系啊，是讲看遐情形哦，调解用当作无错的。你看，大起天发，根本无应啊。啊，叫人用办账户啊。听讲你涨来哦。不过唔免讲，也同我阿爸阿妹就来好交托钱呢。你要本记了，我定紧伊了。错看，那无需要再本金买紧伊的啦。哈，跟勇甲山哦。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你去偷来拿。用来拿。你记得有人会讲啊，给有几阿摆哦，你比阿妹下班的时间，有啲乡民们知道系嘛？系啊。给咱乡民们，不有听一把寿司嘛？有呢。有啊，有啊，有。哎呦，啊你就简单了咩？你去拿寿司，阿爸去拿钱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咩？错哦，阿爸难抢哦。哎呀，要无嘛该啦。好了，哎，先落去啦。我已经发现一个机密任务，那你就唔好来，快。哦，哎，金哥。哦，可以。
去拿钱，敌也要定来，记得咯，不要让敌人越过雷池一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搞不来。好，就任务开始。兔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厨叔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手机忘了拿了。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你妈不是早下班了？我是来，那个我妈她钥匙掉在里面了，那个她叫我来帮她拿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帮你开门，等一下。好。手机在这里。找到了。找到了啊，找到就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。要不要载你回去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路就好了。哦，那你路上小心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阿爸，阿爸，到底了？这位。冇可能来哦。冇人啊，做一做都好。好了，来，先来一来。哎，等一下，钱哦。噔，任务完成，来 ，Yes go。李先生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就是手脚麻麻，没力气，不能打电动。你就是因为打电动才昏倒的，现在还想打电动？习惯。你啊，真的不应该习惯的。你先前呢，就是因为神经麻痹还有刺痛，已经做了一阵子的复健，情况已经好转，然后你又熬夜打电动，导致现在更严重。这样怎么办？我建议我们在颈椎的第3、第4节做一个椎间盘的手术，术后呢，大概6个月，你的脊椎就可以复原，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好，我同意。不能打电动，我快无聊死了。好，那我们会尽快帮你安排手术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就在这边好好休息。好，谢谢杨医生。霍总，这种标你去黑班要送来急诊，术后还拿数月结扎啊？糖共某人同敌，你去个手做去急诊室加一个标你。你去某喊七差诶，你有还按后行啊？闷闷诶，一言难尽。有心思哦。俺这个时候结婚纪念日要去哪？Nice 啊。过几年啊？推荐去间传堂饭啊。真难得呢。Nice 边都按弄慢了，霍总。饭啊，俺们拍啥？饭当然饭，俺要饭庆祝后梯房，包君满意啊。你确定不见了吗？还是你记错地方放了？我确定是放那里了，但是我整间店都找过，就找不到啊。咪文，你过来下。妈事啊？
保安部有很复制了，点来拿寿司没？冇啊。寿司注定爱上好啊，用的啊。来臭朋友啦吼，看下伊点的材料钱，全部唔干晒的啦。啊，有菜了啊！昨天打烊以后，我看到父子跑来店里，说要找钥匙，我还帮他开门呢。冇可能啊！调工用，父子冇可能偷钱啊！我想，佢可能请来请买个东西听听啊！俺呢嘛唔想安尼想啊，都系啊吼，就是态度好的啊。冇可能啊！调工用，父子绝对唔会偷钱的啦！佢很用的性的，我清清楚啊！我相信佢绝对唔会偷钱的啦！你相信我啦！你烦不烦啊？不叫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我只是想，谁管你想什么？走开啦！你哋李正雄的补习班做乜嘅？奥斯卡报告要给西瓜哎！因为发癌西瓜。你要抢起强用，做事怎么声音塞死嘿？开人家生意蒙年哀啦！你骗人！我爸爸他才不喜欢你嘞。李正勇，你把该打小给带出来。那有统一吗？他们母子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要这样帮他们啊？我要被立委搞这么的丢脸，都是因为你。全部黑暗，照样照魔法主动出征。你的留的所有的意注定风度不必揣测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气留白，何不以后，总会觉得天光，不该起来给力量。相爱意，后把嘅故事就存在一个梦中去走吧，就不爱自由嘅路系唔系会行动？